你好，我係 Doris，你嘅療癒指導師，好高興可以陪住你，準備迎接呢一場重要嘅工作面試。可能而家你會有啲緊張，心入面不停諗住見工會唔會有啲咩突發情況，自己應唔應付到，會唔會發揮唔到最好嘅一面呢？不過你放心，呢10分鐘我會帶住你一步步走入一個平靜而清晰嘅狀態，幫你揾返心入面嗰份真正自信、靈活同應變。而家揾個舒服嘅位置坐好，合埋雙眼，深深吸一口氣，慢慢呼出。每一次呼吸都幫你將壓力釋放，令自己越嚟越安定。跟住我會由5數落1，每數一個數字，你都會覺得身心更加放鬆，更加有力量。5，膊頭自然垂低，壓力感慢慢減退。4，呼吸越嚟越深，越嚟越順，心情慢慢平靜落嚟。3，你嘅思緒好似雲咁飄走，只專注眼前呢份寧靜。2，每個呼吸，感覺壓力逐漸離開你嘅身體。1，你而家係最安全、最舒服嘅心境，已經準備好迎接最好嘅自己。請你想象一個最自信、最自然應變嘅自己，就企喺你身邊。佢表現得好有自信，笑容好自然，眼神充滿力量，應對面試問題都好鬆容，靈活應對。呢份能力其實就係你自己，一直都喺你心入面。呢一刻，請你輕輕握一握拳頭，之後慢慢鬆開。呢個動作就好似一個開關，幫你隨時啟動專注同自信。每次你做呢一個簡單嘅動作，你嘅腦同身體都會即時恢復到最佳狀態。而家喺心入面跟住我重複以下幾句見工肯定句。我相信自己有能力，已經準備好應付所有挑戰。我靈活應變，可以穩陣應對唔同嘅情況。回答每一個有挑戰嘅問題時，我都可以保持冷靜專注，自信展現自己。我值得被欣賞，我已經準備好展示自己最好嘅一面。即使遇到突發嘅狀況，我都可以平靜咁處理，應對自如。
你可以想像每一句嘅肯定句都好似一股暖流滲入心口，令你越嚟越踏實，越嚟越有信心。你會發現每個呼吸都變得好平靜暢順，整個身心好放鬆，頭腦好清晰。而家我哋一齊預習下聽日面試前嘅一刻，你做一次呢個輕輕握拳又鬆開嘅動作，即時感受到自己已經準備好。你帶住平靜自然嘅笑容行入面試室，心跳穩定，頭腦清晰，回答問題嘅時候都好流暢，每一個狀況你都可以靈活應對，發揮到最好嗰一面。請相信，你一直努力準備好嘅所有功夫，都已經係你嘅底氣。只要當下專注、信任自己，你嘅能力同自信會自然流露出嚟，幫你面對任何考驗。而家將呢份正能量、肯定句同深呼吸留喺你嘅潛意識裏面。無論咩時候，只要你想隨時重溫呢10分鐘嘅練習，做握拳動作，重複肯定句，就會即時感覺到身心平靜，信心充足。無論乜嘢挑戰，你都會有方法去應對。最後，我會由1數到5，慢慢帶你返嚟現實。1，開始感覺到雙手雙腳恢復力量。2，身體感覺越嚟越清晰。3，喐下手指、腳趾，令自己返嚟身體。4，腦海清晰，心情穩定。5，準備好就可以慢慢張開雙眼，帶住平靜、信心迎接呢一場面試。多謝你陪自己練習咗呢10分鐘，祝願你見工一切順利，發揮出最好嘅自己。